国际上要紧来关心英国搁再发生反犹太攻击事件，有2个犹太男性是去互人举刀拄着伤，这警方已经认定是恐怖主义犯案，依照谋杀未遂的罪名逮捕一个45岁英国籍的嫌犯。这英国首相是凯尼也紧急来召开会议，强调会严肃来处理最近发生的反犹太事件。 根据伦敦警方公布的影像，嫌犯伫犯案了后，拿手个举刀向警方挖去，随互人用电击枪甲压制。警察大声喊，叫伊甲刀放落。伦敦北部郊区的戈尔德斯格林29早起发生2件街仔头伤人的案件。监视器画面显示，其中一个伫犹太文化的男性，伫公车站边仔，互一个男性举刀甲攻击。警方表示，2个伤者是34岁甲76岁的犹太男性，已经将事件定做恐怖攻击。伦敦郊区最近的反犹太事件搁加一层。Counter-terrorism policing teams have already formally declared this incident as a terrorist attack. It's another horrendous act of violence directed against our Jewish communities, which follows a series of arson attacks in recent weeks. I'm angry, I'm appalled, I'm disgusted. The Jewish people are going to bed frightened. 英国警方已经公布，嫌犯是一个伫索马利亚出事的45岁英国籍男性。迄天，伊已经先伫伦敦东南部甲人起冲突，而且举刀甲人抬。英国首相施凯尔29赶紧开国安会议，强调政府会严肃来处理最近伫英国明显增加的反犹太甲极端主义事件。Let's be frank, this is not an isolated incident. There've been a series of anti-Semitic attacks, and I know firsthand the anxiety that is causing in the community and concern. 伦敦北部对3月开始就连续发生反犹太事件，包括3月底伫同一个所在，4台犹太医疗组织的救护车互人放火，了后4月份又有真侪件针对犹太社区的放火案。英国反犹太的情绪加悬，以色列总统针对29个伤人案表达遗憾。伦敦北部的犹太社区也伫个街仔头示威，要求攻击事件必须爱随停。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